根據全球資料庫的數據，台灣的牛奶每公升就要台幣98塊，是全世界上貴的。有專家就講，台灣是因為氣候的關係，生產牛奶的成本有較懸，加上還要經過中盤，這計數才會一罐擱一罐的貼懸。今日超市賣少家庭，逐禮拜攏會買牛奶補足所需要營養。也毋過，各個小賣市場說因為條件無共，出現真大價差。根據全球資料庫數據，台灣牛奶的計數，每公升3.09美金是全球上貴的國家，其次是香港3.01美金，加新加坡2.97美金，數落來才是古巴加以色列。類似狀況，消費者也有感覺。當然會稍微比價一下啦，尤其像我小孫子才3歲，他超愛喝鮮奶，可是他們都是去好市多買，就是因為所得的關係。對，那相對於國外的物價，當然會覺得比較貴。數據網站分析指出，牛奶計數受到本地農業生產能力、對進口的挖礦程度、運輸成本、政府補貼政策、加匯率變動等多項因素影響。計數懸的地區多數因為條件受限，本地產量有限，愛挖礦進口。另外，國內生產狀況，專家是點出，首先是生產成本真懸，因為台灣亞熱帶環境氣候會造成荷蘭種的牛生產效能拍折。其次是牛的牧草飼料有瓦3%攏是靠進口，也有搬上碳價差問題。那在台灣，原料奶的收購價格跟末端鮮奶的售價之間的關係是1:3，這中間的價差是我們國內的農品廠跟通路，他們得加上去的這個層數是遠大於美國或者是澳洲。事實上，早在2016年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也捌點出，台灣飼奶收買價每公升22到30塊，小賣價達到81到90塊之期，中間價差無合理。農業協會表示，目前國內酪農努力佇縮減成本，飼奶收買價也有得來調整，尾段小賣價數敢是會當得來調整，也毋茫相關主管機關協助監督，更較會當符合市場的期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